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Aura Connections， 我係 Anna。今日我帶大家去大埔慈山寺，呢度同我哋去過嘅寺廟唔同，佢沒有香火，但又有寧靜的感覺。慈山寺由李嘉誠先生捐錢起，最大特色係有一座70米高嘅觀音像。如果大家有興趣睇，記得要登記。我哋可以去慈山寺網頁做一個網上登記，可以選擇個人或者團體。今次我哋就自己去。當選擇個人之後，就有一份參觀守則，記得穿着莊重衣服，同埋喺寺內保持輕聲，等我們享受這個靜心之旅。以個人名醫為例，最多約到6位，然後選擇我哋想去嘅日子。黑色嘅日子代表滿咗，就可以揀其他日子。可以見到我哋都唔可以 book 得太遠。定咗之後，我哋就要揀埋時間，最早可以9點半入去，之後確定一次日期、時間同埋人數。入埋其他個人資料，就可以收到電郵確實。到咗慈山寺門口之後，有職員同你確認登記資料，仲俾埋一張參學證我哋。即使我哋早到，職員都會跟返登記時間，先俾我哋入去。雖然我哋早咗15分鐘到，但前面都有6、7個人等緊。今日天氣好好，夠曬陽光，一路行入去感覺都好舒服。等我們遠離市區，遠離熱鬧嘅地方。鏡頭穿過一條山道，踏上幾級樓梯，一片開闊嘅地方慢慢出現。等我哋一齊進入慈山寺嘅清靜之旅。不同於傳統寺廟嘅朱紅顏色，慈山寺以淡灰色同埋天然原木色為主。而家我哋已經見到觀音像，一陣會繼續入去睇睇。而家我哋先由山門入去，旁邊有2座青銅鑄造嘅金光力士，非常之威武。用意係阻擋我們塵世嘅心魔，等我們可以靜修參學，回歸自然。擰轉頭睇睇，可以見到門牌上面寫上不二法門。不二法門係佛教嘅意思，是到達真理的方法。經過呢個山門，在金剛力士嘅形象下，我們要放下貪、嗔、痴諸煩惱，以清淨嘅心去感受佛學。繼續往前走，我哋見到有一個地方蓋印章，
呢個係懺悔業障。我哋打開慈山寺嘅地圖，可以見到有唔同方格，總共有10格，可以喺每格蓋上印章。今次係4號懺悔業障。呢度環境好清幽，好似將都市嘅嘈雜聲燒走。耳邊只有風聲、葉聲同埋自己嘅呼吸聲。我哋走埋荷花池去睇，睇到倒映在天空嘅雲影，禪意盡在其中。行到咁上下，我哋入去唞一唞。之前朋友同我哋講喺慈山寺抄經嗰陣，可以有芝士蛋糕同埋咖啡飲。慈山寺嘅善生坊每日下午都會提供咖啡同埋芝士蛋糕，等我哋一眾參學嘅人士都可以慢慢品嘗。記得每日下午1點半至到4點半先有。呢啲芝士蛋糕同埋咖啡都係免費嘅。五觀堂旁邊都有功德箱，大家都可以隨喜功德。繼續行入去，呢度係樂家祠，以清靜嘅心去睇萬物。先由普門旁邊行去觀音像。普門兩側嘅水池係用來供水，我哋以供水代替燒香。水代表清淨嘅心，以我哋最珍貴嘅清淨心作為禮物，去供養菩薩。喺呢度，我哋好似慢慢變得平和。我哋先攞起水缽，然後去水池邊攞水，將啲水放入水缽入面。就咁睇都覺得好治癒。可能平日我哋生活太急促，好少感受大自然嘅水、風、林苑等等。跟住我哋托住水缽向慈悲路行，專注於一刻，同時留意啲水有冇翻出嚟。可以見到水嘅光影形成波紋，好似一切都變得好輕、很慢、好舒服嘅節奏。原來唔淨止嘅水都可以讓人感到安心、安定。我哋一路細心帶住嘅水，我哋將水缽內嘅清水倒入去，行去觀音像下面，旁邊有張祈請紙，可以寫低我哋的願景。我哋就寫咗俾所有人，祝願世界平安，身體健康，福慧圓滿，所願皆成。然後將佢對摺放入祈願牆內。我哋圍住觀音像下邊走，好好享受寧靜嘅一刻。
由下面望上去，觀音像真係很宏偉。而且觀音菩薩嘅頭微微低垂，好似用佢嘅慈悲度化一切嘅事情。跟住我們去大雄寶殿走，佢係慈山寺嘅主殿。大雄係佛嘅德號，意思係包羅萬有，攝伏群魔。而寶係代表佛法僧三寶，殿內供奉嘅係弘三世佛，而我哋呢個係釋迦牟尼佛。我哋見到上面寫住阿彌陀佛，佢嘅意思係無量壽、無量光。之後我哋準備行去鐘樓、鼓樓嘅地方，可以見到慈山寺係參照唐代佛寺建築，以淡雅古樸嘅建築為主，木材用咖啡色，瓦片就用銀灰色。微風輕輕吹過，將我哋帶入呢個大自然之中。其實慈山寺仲有藝術博物館同埋地藏殿，大家都可以花啲時間去行。上面係鼓樓，用嚟比喻佛陀所講嘅教法。最後我哋每人抽一張10元卡，我就抽咗佛嘅半身像。心迷就會苦，心悟就自在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分享，歡迎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下次見。